如果你預算咧百零萬咧，又想近拱北嘅朋友咧，呢個樓盤咧就值得你參考啦。120平方嘅4房，2個露台嘅南北通嘅，仲可以望到河景嘅，視野咧就最開闊嘅啦。你睇下，正前方咧大概有80米嘅樓間距，背後係濕地公園，冇任何嘅遮擋物，而且5萬蚊嘅首期你就可以做業主啦。6分鐘嘅車程咧就能夠去到南屏華發商都啦。無論我哋去翻北山大燕咧、環以城咧、九洲道咧，甚至係港珠澳口岸咧，交通行程咧都係好方便嘅。再俾個鏡頭睇下小區嘅一個環境咧，打掃得乾乾淨淨。物業方面咧，亦都係做得相當好嘅。而家上去睇示範單位，呢個單位120平方4房2衛嘅。咁我哋啱先由園林上到嚟咧，再睇佢嘅示範單位。廚房其實面積咧亦都係相當足夠嘅，而且咧做咗全開放式廚房、吧台、餐廳，再連接埋我哋呢一個嘅生活陽台。L 字形嘅玻璃面，出邊咧就係河景啦，以及我哋嘅河堤公園，年底左右咧就可以做好啦。過翻嚟4米開間嘅大客廳，通鋪出去呢一個大露台，再送你5個平方嘅面積嘅。你諗下，再感受埋呢一個大嘅 L 字形嘅玻璃面咧，你覺得咁樣嘅景觀如何啊？樓下望到嘅就係小區園林啦，過翻去有羽毛球場啦、網球場，所以成個戶型咧其實用起身係幾舒適嘅。百零萬120個平方，圍落單價其實真係唔高嘅。關鍵咧近拱北、近南屏，右手邊咧係客廁，通過鏡頭你哋感受下啦，空間係好舒適嘅。呢邊係書房，我特別中意呢個樓盤咧，前後冇太多嘅遮擋物，所以景觀光線面咧就好足夠嘅。如果咧你好幸福，有一對小朋友，咁無論係哥哥妹妹或者係雙胞胎、龍鳳胎咧，咁更加開心啦。你諗下，佢哋有自己嘅私密空間，細個嘅時期可以一齊放學做功課啦、畫畫啦，咁之後咧就大家講完故事咧就可以休息啦。呢個位置擺滿佢哋嘅垂滑梯啦、波波池啦，透光同埋通風好舒適嘅。最後嚟到主人房啦，同樣係大套間嘅設計。首先你感受下咁樣嘅洗手間，你中唔中意啊？唔單止設計、裝修、空間都係做得好靚嘅。過翻嚟咧，右手邊仲有個大嘅衣帽間、梳妝台。呢個位置 L 字形嘅大玻璃面，冇任何嘅遮擋物。無論翻去拱北或者係珠海市嘅富華里、南屏華發商都、九洲道，生活都係好方便，10幾分鐘之內就可以解決啦。難怪我哋咁多珠海嘅朋友以及係港澳嘅朋友咧，選擇咗呢個樓盤。40幾棟嘅大樓盤，又係現樓，唔使擔心爛尾，一級嘅物業，從來都未接到過投訴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評論區打上666，Jason 咧將最後幾套嘅特價單位咧就私發俾你啦。拜拜。